呢次印度航空波音787個空難死傷慘重，震驚全球。但就有2個人好意外咁逃過一劫。一位28歲定居英國嘅女子，因為塞車錯過咗班機。佢到咗機場冇幾耐就收到消息，佢本來要搭嘅嗰班機出咗事喎。原來同死神擦身而過，佢成個人呆咗。之後佢覺得自己好慶幸冇搭上班機。另外喺空難事件唯一嘅生還者，除咗面部有啲傷，健康狀態良好。佢係坐喺 A11嘅座位，係近住緊急逃生門嘅。佢話飛機墜落嗰一刻，佢個座位同逃生門都撞甩咗，佢就即刻跳出機外，之後飛機就爆炸啦。佢話佢自己都解釋唔到，一切都太奇妙啦。